稅務法典於2026年1月1日起全面生效，重點內容包括所有納稅人應於2026年內申報稅務住所，該住所是向納稅人寄送稅務通知嘅唯一地點。納稅人可透過財政局 App 或網頁嘅電子服務、一戶通、雙寫通，或者使用自助服務機進行申報，亦可選擇親臨服務點申報。2026年內仍未申報，2027年起用最後申報地址作為稅務住所。另外，納稅人可登記用電子方式收取稅務通知，一經登記，以後所有稅務通知都會用電子方式發送俾納稅人。稅務法典亦引入咗稅務代理人制度，納稅人喺規定情況下要指定稅務代理人，並肩步入新稅法，共繪澳門昌盛圖。